沙田今次奪峰排英亦都順利，跟住集就係玩具神話，星河叫做有行於出到跑道到入站都係快。我都知幾定啊，40分鐘拍馬有我遠遠買到有咩㗎？英文家亦都順利入埋閘啦。佢要入閘入流精金星，威震神區。好啦，威震神區亦都順利埋全部軍準備到第二場3班千米嘅短途賽事。準備。好啦，威震神區中個位置咧就有流精金星再出現起馬交同埋呢個慢動區㗎。跟住後邊都落馬啦，有內欄嘅安進。Come on, Matthew！ 正面人喺出邊㗎，中個位置。Come on, Matthew！ 不在外面有個食我亦都 Come on！ Come on！ 開心嘅啦！第三個位置威震神區尾二開心媽媽，暫時包到6名咧就係佢哋奪峰排英嚟㗎。轉一彎嘅時候咧，前面起萬家咧好搶口攞出嚟啊！正面人今日好鬆容咬住你第2位先，跟住落後過嚟馬位第3位有精後有萬能區啦，內欄位置就係安進啊！中位係玩具神話咁啊，慢慢側出出。Come on, Matthew！ 再喺出邊先見。Come on, Matthew！ 中2位嚟位啦，前面之後 Come on, Matthew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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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s！ Come on, Matthew！ Yes!